台南木拉德湾艺术空间策划推波计划展览，组织来自无同领域的艺术家，使用无同的媒材甲技法进行创作，为画图、雕塑、绘画，也是数位编程。定系丰富多样的艺术风貌。这次策展概念呢，是因为我们木拉它位在国华街，那国华街其实是一个人潮很多的地方，那大部分的艺廊它都是躲在一些小巷弄，很多人可能不敢进去。那我们希望我们木拉推广的是让很多人可以走进来。那这次新锐艺术家，我们都是找刚出社会，或者说他已经到社会的某一个历练之后，回来当艺术家，所以这整个展览都是新锐艺术家的展览。为了推动少年的艺术家，木拉的每一个展览拢提供非常好的平台，会当让艺术家自由发挥。展出的这些作品，代表每一位艺术家鲜明的个性，同时反映对当代社会的思考和观察。我主要创作的灵感来源都是我自己的生活一些体验。一些琐碎的小事，然后让我拥有这些创作的灵感。然后主要使用的媒材是亚克力颜料，因为它快干的特性很符合我自己创作的需求。我会觉得这个社会它，虽然它里面充满了很多痛苦，但是苦乐相生。你是要沉沦还是徜徉，完全就在一念之间。创作因为生命经验累积，艺术家黄宣志使用圆珠笔等媒材，对文字有着无同的理解。在今年更得到台南美展的肯定。另外，年纪只有18岁艺术家王子婷是创作颠覆大家认识的绑架人物，透过作品彰显出艺术家多元文化的力量。木拉多元艺术空间接着计划，率领大家尊重无同的文化甲创作方式，推动艺术甲社会发展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